咁多位同學，大家好，我係 Mr. Ammon So。今日咧就會為大家講解咧會考 HKCE 2007甲一部分第3條嘅數嘅。咁啊，同學仔希望你立一份卷喺手啦，如果唔係你唔知我講乜啦。亦都希望同學仔你係嘗試咗先至嚟睇呢個 video 嘅。希望喺呢個 video 裏邊咧就提供到一啲數學嘅聯想嘅心得啦，處理數嗰陣時嗰啲 problem solving 嘅技巧嘅。好，咁啊睇睇啦。呢條題目咧就要我哋咧就將眼前嘅多項式咧將佢做因式分解。咁因式分解離唔開咧就係十字相乘啦，又或者係呢一個嘅利用恒等式去作因式分解嘅。好，咁啊嚟咯。咁啊通常我做呢啲咧，到底幾時用十字相乘，幾時用呢個恒等式咧，我就會取決於咧佢有冇兩個嘅完全二次項嘅。例如呢條題目咁啦，佢 R 二次其實由咩做出嚟嘅咧？乜嘢嘅二次就會做咗 R 二次咧？咪 R 咯。乜嘢嘅二次做咗做咗25咧？就係5嘅二次咯，得唔得？咁我就話啦，佢有兩個嘅完全二次項。咁我腦海就見到兩個完全二次項咧，我就會即刻同恒等式掛鈎噶啦。咁一掛鈎咗咧，就會勾埋啲3條出嚟嘅，即係腦海裏邊勾出嚟嘅。咁就你自己睇啦。咁我哋一睇睇咯。到底邊一條會係接近我哋而家畫面上高嗰一條係可以幫到手做因式分解呢？第一條、第二條定第3條呢？咁絕對係第2條噶，因為有3項啦，亦都可以寫咗啦。咁我要試下佢嘅，可唔可以寫到呢？就係所謂嘅加 2ab 嘅，因為呢 R 二次同埋25轉化做5嘅二次，我哋都 OK 嘅。但係要中間嗰項啊，即係加10R。係要從嗰啲所謂嘅 A 即係 R 啦，所謂嘅 B 即係5啦，乘出嚟嘅就係乘 2ab， 咦25乘 R 夾埋啱就係10R，得唔得？咁好美滿啦，即刻嗱一聲就用咗第2條嘅恒等式啦。OK， 咁寫翻個 R 加5成個多項式二次啦。跟住 B 部分啦， B 部分咧佢係俾一條咁嘅多項式，我哋係另一條嚟嘅。哇，咁相似嘅 R2加10R 再加25，頭3項即時係 A 嗰條嘅因式分解，咁嗱臨即刻換翻個答案落去啦，係咪先？跟住咧又有兩個完全二次項喎，不過咧第一項咧就係一個嘅多項式嘅完全二次項嚟嘅。咁A 二次減 B 二次，哇，傻到震啊！得唔得？完全都係真係搬字過紙咁開心啊！我呢度咧，可能有啲同學仔就會話：哇，Sir 乜你咁煩噶？仲要攞個括號括住晒兩題啦。如果你第時遇到嘅咧係減一個多項式咧，咁好容易嗰個減號咧你會忽略咗嘅。你要做得快，跳 step 快一滯嗰陣時候咧，咁我希望咧就我講解嘅時候咧，我都會提翻你中括號嗰個用處啦。阿 Sir 唔係，呢度有冇括號個答案都一樣噶。我知啊，不過我只係手法上高提一提大家嘅啫，你可以跳 step 噶嘛。你更勁嘅話，你不如一步就寫答案出嚟啊！我都冇所謂噶，巴卡都 OK 噶。你夠唔夠膽搏啫嘛？係咪 ？OK， 咁呢度咧就我都會顯示埋咧立方和同埋立方差嗰兩條恒等式嘅。咩係立方和？3處咪立方咯，兩個立方加埋咪立方和咯，得唔得？立方差就兩個立方相減咯，呢兩條恒等式嘅。因為咧喺我個腦海裏邊咧，如果我勾一啲恒等式嘅話咧，我一鑊過咧就會勾晒啲5條出嚟噶啦，每次都勾。咁你到你咧第時要處理埋下低立方和立方差嘅時候咧，咁就一定會係事半功倍噶啦，得唔得？數學好多時候操練公式係點算咧？公式咧就係當你有一條用嘅時候咧，應該咧你原則上你嘅訓練就係勾其中一條，你就要記埋另外嗰4條嘅。咁嘅話咧，你記公式咧就無往而不利嘅。OK， 好，咁講到呢度咧，第3條咧，由於都係一個比較送分嘅題目，所以咧我都冇乜太多嘢講嘅。咁麻煩同學仔，如果你有啲咩問題啊，或者有啲咩好嘢想交流下嘅咧，麻煩你 send email 啦，或者 MSN 搵我啦，再唔係喺 Facebook 度吹下水啦。OK， 好，咁真係要再見啦，拜拜。